中嘉宽频三冠王双子星在地深耕30余年，用专业、用心与创新举办各项的公益活动，提供在地民众亲近媒体的机会。今年度再次举办2024新世代主播夏令营，主办单位中嘉宽频三冠王双子星总经理陈建春表示，随着时代演进，媒体生态已经与过去大不相同，今年更融入 AI 课程，要让小朋友透过课程把 AI 融入学习的技巧当中。中嘉宽频三冠王双子星，那在今年度我们再次举办2024新世代主播夏令营。那我们的课程内容除了跟之前一样，我们有一些传统的新闻跟节目制作，然后主播的技巧，然后还有一些录音啊等等的这些传统的课程之外呢，那今年度我们比较强调的是，我们会有一些 AI 的课程。那最主要是要让小朋友们可以透过我们的课程呢，可以把 AI 融入到他们的这个学习技巧当中。那当然，我们今年度同样的报名都还是一样免费。那所以也希望各位家长可以帮小朋友来报名让他们可以来参加一个这么有意义的课程活动。这次课程除了有资深新闻主播带领学员认识新闻媒体的幕后秘辛，制作富有人情味及洞察力的新闻节目内容，同时邀请台南市政府的官员、区长及里长担任课程的贵宾，让学员大展身手练习采访。另外也邀约业者知名的讲师带领学员认识 AI， 利用 AI 作为学习帮手及创意摄影等。因应大量的真假讯息侵扰，公司也特别安排媒体识读课程，教导学员辨识真假讯息，让 AI 成为事实查核工具。今年度新世代主播夏令营将分别在7月31、8月1号以及8月14、15举行，活动地点在台南市北区北城路中嘉宽频双子星公司大楼，欢迎民众踊跃报名。记者林根台南报道。